火龙果呢？种火龙果呢？南瓜啊，有小瓜的那个是母瓜，然后公花，母花里面会有花粉、花柱啊、柱头，要去找公花，公花就是没有这个小南瓜的，公花摘下来以后，用那个花瓣拔掉，然后中间有那个花粉的来触碰这个母花的柱头，母花搬开一点，找到柱头，把那花粉啊磨到那个柱头，公花的花粉磨到柱头，就叫人工授粉。人工授粉，然后要用滤网或者是白色的网包好，白色网比较坚固，比较不会破。照顾好，避免那个蜂啊、蚊子、蜂跟那个什么蝇啊，蜂跟蝇，果蝇还是什么蝇？蜜蜂还是蝇来叮坏。如果叮到的话就不会长大了。有的还很坚强，还是有长大。种菜也要水，那附近取水方便吗？你看这个土也不必很湿啊。高丽菜嘛，红萝卜嘛。哦，原来那个是红萝卜了，这个是草莓。那个草莓，你看它果实上有一粒一粒一粒的那个种子呢。你看草莓表皮上好像有一点的凹陷的，黑黑的，那个黑黑那个是种子诶。买人家的就怕那个农药喷了很多，有些都受不了虫啊，受不了虫的危害啊，没有办法种得很好。加篱笆啦，哎呀，搭架子啦，整理土地啦。还有动物的，要吃素了，现在要吃素了啊！现在要吃素了啊！避免那个抓动物了，吃素了，素食环保救地球，推广素食环保救地球。真正吃素的没有吃葱啊、蒜头、韭菜都没有。葱韭蒜摄取都没有。
嗯。